林建兴甲伊太太陈依如甲伊咱请去甲伊囡仔，两个囡仔林以诺、林以明包括欢迎好请坐。伊个囡仔叫做以诺甲以林我这名拢面前，咱教会囡仔拢有这以诺甲以林真欢喜因对种的所在，就是对这个阿根廷转来到咱的中间。头一礼拜就是咱的教会来做礼拜，这实在是上帝祝福啦为上帝保守看顾因啦过来，小文来跑跑欢迎特别欢迎我看到伊个身材就无共感谢上帝伊妈身材无共，佫较要紧是啥物呢？伊内底有2个囡仔，哇！相依为命啦所以伊顶礼拜就转来啦顶礼拜转来所以这礼拜伫我今年的头一礼拜，伫咱的中间来做礼拜完成了祝福因你真正上帝大大的祝福，阮查某囝来生2遍，伊来生1遍咯。你上帝特别的祝福，阮查某囝我是明年2月要搁生了，会假？是今年的2月已经今年今年2月要搁生一个，本来头一个是查某，第2个是查甫啦讲上帝祝福，阮查某囝生2遍，伊生1遍落所以上帝大大祝福我所爱讲新的年唔通袂记，咱得爱祈祷。当然有听人，昨天我看到迄个美心记伊才搁弄倒本来一边安尼无说好势到尾我即礼拜来换另外一边安尼伊90几岁啦，90几岁忘袂记，咱得爱会晓甲照顾，因为伊甲伊的大囝大做，伊大囝拢无离，伫教会，所以忘袂记，咱替伊祈祷咱这个较年长者，无需要讲，咱来定定祈祷，替伊祈祷，咱做囡仔的人。咱会晓定定替伊祈祷，美心记，过来阿心阿心的昨天我有咧甲讲伊摆伫咱的中间无我即个爸爸活了跋倒，咱的爸爸80几跋倒，这手骨才断去，可能爱去入院，去听讲是先用石膏甲控起来，无白场，摆才去中药。咱去伫祈祷的中间忘袂记的，咱得爱祈祷。牧师来甲因讲，咱青年忘袂记的，出门做啥物代志，拢祈祷，祈祷出来。牧师来讲，伊本册内底有写，上帝拢会采拜天使，伊拢会，你咧祈祷，伊拢会记录，你祈祷是物，伫遐呈给上帝。你特别有足要紧的代志，所以忘袂记。咱有当咱想讲我身躯有啥物？上帝伫无形的中间，拢咧行伊。上帝讲啦，要互什么人就互什么人，要怜悯什么人就怜悯什么人。这毋是咱，有时毋是咱会当做，是上帝伫咱的中间，要行。只要你讲，你甲伊讲，伊拢知。伊边仔还有伊。只要你甲伊讲，伊拢知影。所以天使拢咧记。你咧记，伊本册有写，伊遐天堂耶稣主耶稣甲讲要互伊甲世间人讲，叫你爱谨慎就爱相信圣经内底，咱圣经内底所咧记载一切，毋通无信。来讲有一个传教者传教如无信，毋信，结果伊迄个受苦的所在，因为伊毋信，明知故犯，伊本来就咧讲，结果伊家己毋信圣经内底讲。伊讲啦，讲圣神咧行咧洗礼，有无？伊讲毋信圣神咧吸你，我定咧洗礼人，我定咧甲你洗礼人讲你洗礼有2条的意义。第一个是有众人拢看到你伫上帝面前咧行洗礼，但是伊咧暗中圣神咧甲你吸你。这圣经内底圣经所写有无？咱有圣神的印记，有无？甲咱吸入伫经面，所以忘袂记。伊毋相信这个，咱无看到。所以毋是无看到你就无，所以多巴讲啦，无看到对不对？所以耶稣讲啦，有看到来相信的，比无看到来相信的较无福气啊，忘袂记。你一定爱相信圣经，所以你一定爱，牧师来讲爱读圣经，所以拜四也牧师甲你讲，你一定爱读圣经，
你做啥物代志拢袂比你读圣经较要紧。牧师要甲你讲，有上帝的话，因为我搁要来2礼拜、几礼拜，我要讲去上帝的精神，哦，就是要对这两篇内底，甲我本身我爱去讲就讲，咱圣经内底伊所书咧讲，你要安怎穿起全副的正甲，哦，军装，要安怎对付魔鬼，因为撒旦哦，伫这世代开始咧，伊知影伊的时机愈来愈少啊，所以开始伊大大咧做工，你来说。然后伫你的面顶，互你骄傲自高，啊！就啊，伫你的心内甲你讲啊，牧师咧讲的啊，无真正，你毋通相信伊讲的，是你家己想的较对。撒旦的有行力、白行力，你听有无？会互你家己全错乱。所以这个是足要紧的。牧师定一直，我嘛要足爱从这个甲咱大家讲，哦，茫袂记的，新的一年，哦，咱头前有新的开始，新的出发。哦，咱的家己一定爱改变，一定爱改变。比如我咱新的一年啊，你来较早来，较早拢较慢来，即摆较早来。新的一年你安怎做，至少有一个改变。你讲无法大家拢变，无至少变一项袂要紧，对不对？你家己要求。哦，我要较晚困，我即摆新的一年我是讲爱较早困的改变一下。然后撒旦要甲你安怎？要甲你捆绑哦，要害你的时阵，你就爱说伊。哦，我甲迄个姐妹伊讲，我一早起来，伊讲遮有迄个骨折钙化的现象哦。伊讲伊也无咧抽叮当，也无咧做啦，蛮袂记，无做就甲姐妹爱记着，就上帝能帮助你。哦，有当咱身体是撒旦哦，伊咧交过伊。我姐妹伊，咱教会像马太有无？马太就落啊，姐妹。咱教会一个足好的条件，咱讲你看伊的司琴有哦，上帝差派伊来咱教会，外口伫遮咧做司琴，你也看，伊超级足济啊。有则去我看伊，你讲啊，免疫力安尼减退，哦，伊迄种叫忘袂记，会记住，上帝要帮助你，哦，上帝若甲你三个地点，啊啦，所有的遮个拢要安怎挂开，上帝若甲你三个地点，上帝能甲你三个地，伊要帮助你，医治你。你爱相信，你有相信，你爱相信这个，相信绝对要行伊的观念伫咱的心中，绝对无撒旦开赢。哦，因为咱是伊所听啥，今日甲查某囝，哦，忘袂记吼。我说个讲到倒来，咱今日忘袂记，今日是上帝所设立之所咱了啦。因为咱是一个有信心啦。这拢是圣经的话哦，有无？咱是一个有信心。灵魂得救啦，咱毋是迄个后退哦。我在圣经讲啦，后壁是讲咱毋是像迄个退后的哦，咱是有信心，灵魂得救啦。牧师甲有介绍无对，有新人伫咱中间无吼，大概迄个哦，迄个当作遐伊的囝吼，对阿根廷伊全家对阿根廷倒来，个小文吼足欢喜看到伊安尼吼，愿上帝恩典，定来甲伊三个伫地，请咱当心三个会记到。所以，爸，我感谢你，你新的一年就给你帮助我、改变我，我用新的思考、新的想法，借着主耶稣你，借着上帝你的话来面对我头前一年新的一年，就话给你帮助我。你上知影我的软弱甲软弱，就给你医治、帮助、到有气，是吧？就再去我承受的过一遍，承受的今日过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我要用心灵甲诚心来敬拜你，主啊，也互你的罗宝所讲甲听，拢白白着你。安尼感谢祈祷，拢上个主耶稣着名来求，阿门。牧师定爱讲感谢上帝，上帝佫留咱的活命，有啊，互咱真正你困起床。我讲实在，讲咱有每一个人有艰苦有病痛，对不对？你家己想看觅。上帝若要治你的命吼，足简单的，敢若互你烦恼嘛烦恼去。后拄仔小红你都讲伊袂困，我甲你教一项，我袂困啊，暗时你也袂困，我上帝啊，你就甲我讲我分去啊，我暂时分去，我一暝好困到天亮，我拢甲上帝安尼讲，足本的方法吼，上帝你甲我讲我分去，我一暝好困到天亮。但是毋是咱，我来咱咧想代志。然后我譬如我礼拜六吼，我暗时我搁咧祈祷，我规
规暝拢咧祈祷，你知无？我规个拢咧受什么人？咱教会什么人遐？即个什么人我拢替伊祈祷。我根本只我说替伊祈祷，伊即摆一早起来啊，我讲，你若无替伊祈祷，伊讲拜五拜六时候，你敢知？我就开始无拄好，我袂当来。大概讲拜五拜六时拢袂当来，我即摆拢拜五是拜六时拢替伊祈祷，你知？啊，伊今日来啊，讲伊要取水，讲要推动啦吼，讲伊遐取水推动啦吼，我无啊推动，讲无手术袂使，讲啊我也讲也是啊，无你敢无开力咯，迄无手术，迄无开力有无？无开力就迄种，较紧趁你还佫有开力，永续较紧去，哦，较紧去治疗吼，啊祈祷上帝保守你，互你安尼当平安顺遂，互你当平安佫顺遂，哦，万袂记，咱每讲哦，咱定定祈祷，互上帝啊带了咱。咱定定爱甲上帝沟通，哦，啊有上帝话最要紧，有上帝话，哦，啊所以你一定爱知影，真正我咧看迄起来圣经上帝话，耶稣咧讲的物件拢伫圣经内底，啊我咧讲拢用圣经来上帝话，哦，毋是有无？毋是主要顶哦，讲什么旧历啊，12月2日耶稣要来有无？主要所讲要来有无？哦，咱伫遐咧预言讲世界末日啊，什么？你看圣经安怎讲？圣经安怎讲？主耶稣含主耶稣上帝囝伊嘛毋知，只有啊啦，袂知。啊，若无我电无书来讲，你敢若烦恼明仔载要死啊？你烦恼嘛烦恼死，对不对？上帝互你毋知，有无？互你出你传道书内底讲啊啦，讲欢喜的代志、快乐的代志，甲啦。忧伤的代志啊啦，做伙啊啦，做伙咧进行，白白咧进行，对不对？欢喜甲快乐的代志，做伙咧进行，哦，你毋知影后壁要发生什么代志？这是伫咧传道书说，所以牧师咧讲的，甲你定咧讲拢上帝话，你得爱相信上帝的答句，一句。啊，所以你得一定爱有食上帝话，万袂记。对于撒旦上大的武器是啥物？无啥物别步，只有上帝话。所以上帝话最要紧，你来拄起所有的困难条件来注意听上帝话、食上帝话、读上帝话，万袂记。我出来讲，圣经内底甲你讲啊啦，有一个埃提阿伯有无？有无？有一个人伫咧使徒行传内底有一个埃提阿伯，什么？什么？啊，当时讲哦，伊有这什么？伊是有这太监哦，埃提阿伯。对上帝话，毋知当伊咧偷，有一个人甲伊做伙，伫迄个飞碟还是啥物人甲伊做伙讲啊啦？伊讲啊，你咧读啥物？你读的你敢知？伊讲我无人教我咩？我要哪会知？啊，较谦卑的，牧师要甲伊讲，啊，做上帝嘅特别咱教会总入啊，一定爱较谦卑啊！你毋是逐项拢知啊？你无人甲你教，要哪会知啊？你圣经家己读啊，家己读拢会断章取义，家己安尼撒开就家己撒开讲。上帝要撒开你，有足多就是安尼，咱嘛袂记，你一定爱知影。无论安怎，一定要有上帝话，读上帝话。所以牧师今年新的一年开始，有咱新约圣经写了啊，咱就后壁啦开始写旧约圣经。牧师讲啊，咱的中集为咱家己的中集做起啊，咱每一个中集爱添嘛啊，添就是咧读上帝话，有无？后一届起初上帝安怎创造什么？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你就是读上帝话，哦，上帝话食做咧，啊，撒旦拢会用上帝话有来甲你看耶稣，撒旦讲啊，啊，你落去才掉落去啊！耶稣讲啊，上帝话安怎讲？有无？当拜主你的上帝，有无？所以咱得知影，你若无上帝话，你就无法度人甲撒旦对抗，哦，所以会记的，我顶礼拜我有讲，以所书第6章。十几载遐讲，啊举起啊啦，上帝啊，宝剑，有无？宝剑是啥物？宝剑是啥物？上帝话啊，有无？讲宝剑，圣经讲啊最清楚，《以弗所第6章，讲宝剑就是上帝话，所以你定定有宝剑，这个宝剑，哦，你咧讲啥物？毋是你家己咧讲啊，是讲上帝话。所以牧师定甲你讲啥物，拢是上帝话有无？我大家甲你咧讲话哦。讲圣经安怎讲？上帝话其实毋是你家己发明，人家己胡编发明，一定要根据什么上帝话 ？OK， 咱即礼拜
咱游玩咱开始，咱来牧师讲一个重要紧的，就是这是一个好所在。进前咱当然咱来咱开始，新的一年开始，咱嘛爱查经第2章17、19、29节吼，但是无遐济，咱应该是讲到16节尔吼，咱就要为17节开始吼。但你看圣经吼，罗马书当牧师咧讲，你小可罗马书先开看，去看一下吼，甲掀开吼，这就是咧读上帝话，食上帝罗马书。你也看这个罗马书，这个第2章的所在吼，第2章的所在。咱顶一开始讲到16节，即马开始讲到17节，为17节开始。你讲起上帝审判犹太人的原因，犹太人就你讲这上帝审判犹太人的原因，就是讲好像是咱讲犹太人是无神的。犹太人有2种啊，伊就讲就是有神甲无神，有无？同款。咱今日就咱在圣经内底讲啊啦，无神的啊啦。将来有伊个无神的上帝伊个审判，咱审判对上帝家开始，所以茫袂记的，你再去查圣经咱来看圣经也是看到咧啥，对上帝家开始，因为你知嘛，你明知佫过犯，这就是一个足大的问题。犹太人对犹太人审判，像咱上帝审判犹太人的原因是啥物？犹太人因为咱认为讲伊是上帝的选民嘛，你想我信靠上帝，我照律法安尼行。安尼就 OK 啊，但是上帝为什么要审判伊？迄个原因是啥物？保罗先生伫咧即个所在讲啊，第2章17节一直到第3章第8节的所在，所以保罗举起上帝审判世界的原则了后，你看头前就对原则，无论是即个有神也好，有律法啊，伫律法下也是伫律法啊，伊律法顶也是律法下，拢袂要紧，就是讲伫个你有信捌无信，拢袂要紧。就是上帝迄个审判对遐个审判拢共款，所以伊转开始写到即个所在，转来到犹太人的心情。不能这样啦，伊对伊家己的同胞伊无信上帝，无信耶稣，无信即个弥赛亚，保罗先生是足伤脑筋的，所以保罗先生当然后来伊甲即个福音官互外邦人无信的，对不对？但是伊特别对有信的即犹太人的心情，对伊的同胞，伊嘛足。望因大家拢会当相信，所以因也小常受到上帝的审判，袂当逃脱。你看第2章第3节有无？第3节安怎讲？讲即个你即个人，你论断人行即个代志，家己所行甲别人共款，你掠准会当逃脱上帝的审判嘛？你是有无？第2节有无？也甲咱讲，所以保罗先生就是讲，你也嘛袂当逃脱。三头一个咱是思考讲知法犯法，就头先牧师讲。你做上帝囝儿，你家己明知影，你佫无要遵守，所以牧师我咧讲，礼拜以后我是智慧的开端，有无？敬拜上帝是属福的源头，你佫家己无要敬拜，忽略敬拜，这袂使，望袂记，你若照圣经的教示，牧师甲你讲啊，毋是无，伊一定要甲你的亲人兄弟姊妹讲，甲你上亲的人嘛甲讲，这是圣经上帝的教示。伊叫甲你讲，你一定要接受我甲你讲的，你只要接受，你就会啦，束缚到你万代，对不对？但是你有接受啊无？牧师来讲，圣经你记载，甲你讲什么命令你做，你就安尼去行去做。你再去查实证，你讲伊美国的社会愈来愈唔习惯，愈来社会愈来愈变惯，愈来愈安就是愈来愈无照上帝话教示去行，美国的社会。有无？足侪拢出现，伊嘛讲到新世纪运动啊！这个查斯顿伊嘛讲，新世纪要取代上帝，你知无？讲迄新世纪，迄毋是新世纪啊！其实我迄2本册内底嘛有写，我看迄个去电动，佮地基佮转来，伊讲啊，迄本册内底嘛写，就是要取代上帝。其实新世纪运动毋是新的啊，是旧的物件，伊是包装了，你晓无？撒旦拢做好包装，你知？拢做好假互你拢，我唔知。讲到这个知法犯法所以咱人知影，因的律法你甲看第17节到20节大先保罗就甲因学了因的律法来迄个优越感，过来指责因伫遮个代志里面失败，所以因的十个特权十个特权是啥物？头一个有选民的名称有保罗讲啊，你看迄个17节。保罗先生讲啊，恁称做犹太人，有迄个选民的名称嘛？
所以严格讲，犹太人有三个互相咧用的名称，头一个就是犹太人，哦，咱定咧讲的犹太人，就是伫即个国族方面的国族方面，哦，犹太人，你看犹太人有三个名称，希伯来人，有啊，希伯来，你是伫语言方面，所以圣经的旧约圣经是希伯来语所写的，啊，希伯来语你看旧约圣经是无注音的哦，因本身的希伯来语因读无咧注音嘛，伊讲为着要读咱遮咧注音嘛，啊，伊人啊，伊注音一点就会，一点就会。点落，啊，迄个意思就无共啊。啊，伊都，咱在咧印刷哦，也是讲咱在有当点唔对去，啊，你意思就走进去。所以因咧希伯来文哦，原文的希伯来文因无咧点的，因拢像咱咧读台语有，咱台语咱若无看迄个注音哦，咱嘛是安尼教安尼读对不对？因为咱这是咱的语言嘛，所以希伯来人、希伯来语哦，以前咧是咧指，嘛是咧指。这个希伯来人，也是讲这个人甲上帝立约的关系，有啊。当上帝甲伊立约了，就改掉讲伊来称作是以色列有啊。所以伊有三个名称啊，哦。第二就是靠律法有啊。保罗在指出讲，恁有这个名称，过来啊，恁讲靠律法有啊。所以保罗咧，保罗是犹太教对律法的尊重，比对上帝好。哦，对律法的尊重赢过上帝就对。啊，所以律法是因的瓦靠甲后盾，因说把这个律法都当作是第一要紧。所以咱这唔通袂记，无说来个，咱得爱人分啦。哦，咱做上帝今日你伫生活中，你得爱分什么？什么是较要紧？什么是重要的？有迄个先后次序。什么是要紧的？什么是重要的？哦，你得爱家己样分啦。哦，伫你的生活中也是共款，伫事奉上嘛是共款，较要紧的是啥物？上帝话，我师父定咧甲你讲，上帝话比你一切啥物更较要紧。你做啊大老说者，比你爱来读上帝，你来读上帝话更较要紧。我拜时候看到迄个院爷透红路，我嘛真感动啊！伊透红路，佫会走来。我定甲咱总结讲啊，我甲因讲过，你袂赴袂要紧啊，你来参加祈祷会。祈祷的迄本册内底有写，讲啊，咱亲像拍一个光束，当你咧替人祈祷，带到一个光束透到上帝啊，啊天上拢有记载迄个破案来看你咧祈祷什么，呈上给上帝知道，然后上帝看怎么样去。当然，伊启示也不是全部拢互你知影吼，咱是知影一点点而已。啊，所以这是一本册伊所写的吼，啊，所以咱知影唔通袂记的，如果是因为。瓦靠，因说看律法赢过看上帝，哦，所以只要遵守律法，五世五经就遵守上帝一切诫命，一条准是安尼，啊，所以赢过对上帝，赢过，哇，安尼就袂使啊，这就是你来了解要紧，过来支持上帝夸国有，下半段有，你看17节下半段讲犹太人夸口有，印度上帝，有啊。佮俄罗上帝是一些咧敬拜的高调哦，啊，所以为这个时阵骄傲看见外邦人有当时咱是不是咱来含落是这种，有无？咱无输来讲，你来咱咧讲啊，属灵的骄傲，你毋是看什么，你逐项拢知啊？是讲上帝即届对你的什么，你拢知影。有无？啊，你就拢上帝，我是上帝，我逐项拢知啊，逐项拢捌，毋是安尼啦。牧师来讲，做牧师来，我读新而已，比较嘛，无讲逐项拢捌的。我嘛是咧学习的。佮即点最要紧的，教导教导的人就是受教者。你听无？当你咧教别人，你家己本身就是受教。哦，所以你咧教别人，你本身就是受教。哦，所以这最要紧的，你定要有这个原则。当你教别人，你本身就是啥啦？受人甲你教，所以咱咧通常咧教就是讲一方面咧教，一方面咧学习啊。这最要紧，你就要家己有这个认知啊、认知啊，所以犹太人后来骄傲，看见外邦人，看伊是无神的，就爱落去地狱。因犹太人迄种的骄傲足真迄种哟，所以咱来讲对伊的民族性咱看，OK。今日牧师讲到遮，咱另解再搁继续。这是一个好所在。透过创世纪，我头先说明了，你记得上个有无？头一个礼拜，
咱对创世纪咱大概来看吼。那感谢上帝恩典，平安进入新的一年。新的一年，每一个人拢有新的计划甲展望。啊，对你一个基督徒来讲，你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爱有满意、快乐、平安的人生，敢是？哦，我喺 Facebook 常咧讲做，我讲望你有快乐、平安，有吼？啊，上帝祝福你，吼啊，咱拢唔望有一个荣耀上帝，佮利益别人的人生，敢是？咱伫咱的心内，敢是？咱拢唔望安尼，吼啊，这是咱的唔望啦吼。伫新的一年开始，伫即种的展望的当中，大多数人因所关心的是咩？拢是人甲人，啊是讲人甲上帝的关系，望咱今有吼，该较好势有无？啊，会当较拄好，甲上帝也会当较拄好。毋知咱有即种的望啊无哈？牧师爱讲，新的一年有无？你望甲上帝，你的关系，牧师爱讲，甲上帝关系重要。哦，这本册内底嘛有写，去甲天堂甲地狱讲，你甲上帝一定要踮伫主的内底。所以圣经无讲，你定要踮伫主的内底，啊，互主踮伫你的内底，咱若踮伫主的内底有无？定来甲有迄个交易，啊，你就会当去面对一个问题困难甲挑战，吼。是啊，顶礼拜牧师有人咧讲，牧师伊怎写？我讲了顶礼拜到尾啊，因为到尾啊，牧师就讲啊，因为我咧写迄个物件，拍迄个物件，讲大概。我讲到遐会当结束啊啦，下面免讲啊，袂要紧啊。我是咧想安尼啦，但是讲讲完了后，伊就拍出来。所以我顶礼拜我恁就是讲我请咱祈祷，我祈祷啊，我啊，佮继续甲讲了。因为拄啊讲到遐就下面可能免讲啊，袂要紧吼。这是牧师的一个啊，有当时咱会回应，因为有人安尼讲啊无。咱的回友来读啊，可能你受用，牧师可能来啥？当然，我有我的想法，我的意思是啥物？有个人会误解，讲牧师应该会靠做袂记的哦，哦，不是安尼，哦，OK， 咱对今仔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生态的问题。生态的问题是啥？跟咱追求幸福人生要密切的足要紧的关系。你看咱最近，你看有人，我会记我伫个。即个台南咧牧会，啊，一个牧师就是，伊讲伊拢袂生啦，到即种嘛无生。啊，像你啊看因兜的人，就因老爸伫咧化学的迄个公司哦，就是因老爸就伫咧化学做主管，啊，拢踮啊退休，你知？啊，因兜你甲看伊的历史内底，几个查某囝嘛是拢安尼。哦，啊，但是毋是讲逐个拢安尼啦，哦，但是。好在就咱甲有关系共款吼，但是咱嘛毋知科学上嘛袂当去实验嘛是讲证明，嘛无法度。哦，啊，咱只有咱对生态问题，咱追求吼是咱要有迄个密切的关系。因为生态就是生物甲生物的关系，啊，就是环境的关系。哦，环境，咱今日足有咱知影伫世界有一个环境日啊，哦，环境日啊，哦，啊，伫每一个咱拢注重这个环境的问题。哦，啊，所以环境的好歹影响咱的生活，哦，健康快乐的人生。牧师有常咧讲，你有钱咩啊？你足侪钱，啊，生活伫咧粪扫堆，有啥物路用？哦，我来到咱万民教会，我较早住伫遐，定伫街路行过，哦，万民教赛就是分赛，啊，无就是啥物啊，等规大堆。我定咧甲因讲，你若出国去有无？我带咱去韩国有无？啊，你街路过清气淡淡，人去品质素质生活，哦。你看看嘛，迄生活素质，所以咱做上帝囝儿的，咱家己就要要求咱家己，免了爱照着上帝改变咱，哦，咱生活就方便吼，啊，健康快乐哩。咱除了我可丰富的物质以外，和睦的人际关系，上是还有啥啦？水的环境，好的环境，敢是？所以基督徒会咱并不是讲啦，就专伫这个物质世界以外，咱不是讲咱安尼去山顶就好啊，不是安尼。咱但是爱好好运用世界的物质，咱就要积极活伫这世界来荣耀上帝啊！万袂去积极，撒旦哦，拢爱伫啊啦，较南魔、较病毒、较迄种拢袂啊，万袂去。咱做基督徒啦，一定爱积极，有无？牧师讲的是这足积极的，有无？我后来的信息有无？你看牧师人每一礼拜，我无甲你讲，我平常时啊皮刚算叫的，但是你若讲我
到要讲到的日子，有啦，比如有当时啊，若较晓的时阵，较无拄好，小可我来过会老，但是哦，至少无有啊，袂讲伊咧安尼，牧师袂晓讲对，也袂当安怎哦，所以毋通袂记的，咱来积极活伫这个世界来荣耀上帝哦，咱一定要有迄个积极的思想哦，所以要达到这个目标，毋是爱关心人甲人之间的问题啦，咱也袂当安啦，忽略人甲环境之间的问题哦，所以伫咧创世纪。即几十个经文，互咱一个好的启示。咱伫这个世界爱做一个啊，迄个建造的产地一个工人啦，建造，你若比喻来讲讲，建造产地的工人。上帝将人放伫爱电路，而且建构人啊，你毋通做的代志。甲你讲做了，结果就是面临灾难，哦，家己出面哦，上帝迄个话语啦吼，甲你讲我足清楚，甲你讲，已经甲你讲过，可能写较严重哦。我感觉哦，若你看圣经有一句话比写较严重，就是表示讲话这真严重。比如我顶礼拜咱看到耶稣甲迄个基督讲啥？你去甲迄只狐狸讲，有无？顶礼拜有无？咱圣经讲耶稣讲，你去甲迄只狐狸，耶稣还甲迄个王甲称作狐狸的，你想看觅？这是耶稣亲身讲的话，所以你就知影讲，你若看圣经内底咧话咧讲啊真严，迄个足严格的代志。哦，你食就啊，一定是。哦所以这个论文所指的，不是讲指空间，也是讲时间来看，是种人甲人、人甲上帝、人甲万物有迄个和谐的关系。所以论文不是伫咧真遥远的所在，是可能啊出现伫现在。伫这个时阵呢，所以伫今仔日的生态危机，就是因为人无好啊管理这块土地，上帝交到咱，咱就爱去注意所以有当时啊，我讲，咱有当时啊，咱这里一基督徒咧祈祷啊，像咱这足侪人咧关心是咧关心人，莫袂记咱就爱关心你生活环境的破坏，表面看的是工业化的结果当初啊，牧师有讲，表面啦看伊工业个总是你若深去甲看伊的原因是安怎？因为人无道德，看那边伦理的行为。我有当时啊，甲牧师聊咧街路咧行你若捌看？有当时啊，你若看迄少年的啦，还是讲莫讲少年的，到老中年，迄道德观拢牧师聊，我也甲伊行做伙，当伊讲，迄个人拢敢顾伊家己，啊看伊家己就好，家己做就好，别人拢歹插安，没有道德。老实讲，你今日你若去到外国你若看，你去到外国，你会拄到一个现象啊，你知哦？咱伫台湾看无啊，你若去这一间厝，你若入去迄个门灯你若开起来，你若开起来了后壁人要搁入去的时候，你会甲吐掉你晓无？你会吐掉的后壁人要搁入去，你晓无？咱台湾人是开开，就甲伊行去啊。但是美国甲加拿大的社会，阮走去加拿大，阮走起来是加拿大，阮伫美国，我去加拿大，我伫美国也是共款。当你开开，你会是我后壁人免来。啊，第伊看到印度，也是讲说伊特别会甲开的，等到迄个印度过去，咱台湾人唔是的，开去出去后壁有啥物人，咱无咧插伊啊，管你也无咧管你，所以你就知迄个生活的品质甲对人的这个。所以，毋是因为是人无道德，看到这伦理的行为。然后你看到一个老岁仔人，你嘛是要想啊，咱是啊，看个插插伊啊，不是这样，毋是安尼啊，兄弟姊妹。所以咱伫这生活中，这种的，所以我记李登辉捌讲啊，讲啊啦，咱伫住伫台湾，这毋是无意是安怎？心灵啊，心灵拢安怎？咱所要嘅是心灵啊，心灵的改造啊，敢是？咱毋通袂记要保守农是废除工业技术的发展，是爱安怎？建立道德伦理的行为。在诺贝尔奖，所以设立和平奖是安怎？因为你设立这个和平奖，伊意识着安怎？人的罪行，伊会误用科学的这个所发明出来这个物件有无？摕去战争，摕去制造混乱。有无毒啊？有无？你若我有一种毒你看无，你也无形无臭，无味无臭，你知无？迄若放落到地，你规个拢害咧。
所以伫世界有咧公定个，你袂使用化学的物件，好无？诶，足严重的，你知无？你若用化学来放到到底，你就规个去了。所以误用科学的成品，这足严重的代志。所以上帝不命令亚当袂当食迄个食到果，有无？食了一定死。所以今仔日咱自然的环境的破坏，会当讲人食迄个禁果，像我后背错啦，后背不足，后背病有无？后背起，后背讲后背有，咱足济。你也讲啊，你也看咱台湾这混乱的现象，足济拢就是安尼的结果。最后一定造成啊农业的破坏。所以咱伫这世界有当扮演的角色，有无？是上帝代理。你若看头先啊，牧师在咧讲这足济就是啊。你看我今日有这个人啊厝，几啊楼，当然咱嘛做啊去啊吼，大家话要惊死，即个地动都到地话要惊死啊吼，大家反正。其实到今日讲啥物咧违建，过来啥物啥，过来安怎？你当初大家拢讲你几啊六十干脆足济伫即种混乱的中间，所以咱就要知影造成农业破坏。所以咱伫这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上帝代理的，咱是伊的大使。咱做伊的大使，咱就要遵照国家的政策去执行伊的任务，对不对？上帝这个国啊，这个国度，敢是？大使就是啊，做大使你派出去，就是你来执行国家所做的代志，敢是对这个思考。所以你爱管理世间的万物，是爱巩固上帝之，通袂记的。咱做基督徒人是巩固上帝，咱爱巩固。无说来咧强调，你爱巩固一本圣经上帝话，你要用圣经上帝来检证啊。无说来咧唔通家己发明。所以唔是你介意你心内所想的，也是讲自私自利。咱伫咧人甲环境的关系里面，你是毋是犯了迄个食禁果的罪？这是咱做上帝大使爱警醒。上帝期待咱做一个好的管家啦。咱定下咧讲，圣经内底嘛讲过足个，爱做好上帝尽忠的萝卜，好的管家，敢是？所以彼得前书第4章就讲啊啦，逐人教唆一个文士，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文士好的管家，讲啦，保罗伫咧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1节就讲啦，人应当掠咱做基督的职事，为上帝奥秘的代志的一个管家，所求的管家是爱伊有忠心啊。咱直接基督的职事，毋是刚才讲的说忠心的职事啦，咱就要去了解圣经是咧讲忠心的职事。基督就是讲为主服侍主，做上帝事工的，做基督的就是为上帝奥秘的代志的一个管家，所求的管家是爱忠心。什么是忠心？你今日做什么款的任务？你就要实实在在，爱尽你的本分。逐项拢是咧爱尽你的本分去做，实实在在，忠心伫上帝。咱做中学人该安怎做？做什么款的职务的人，你该安怎做？你是教会内底，你该安怎做？安怎做尽你的本分？所以保罗甲彼得拢有提醒咱，爱努力做上帝尽忠的大使，经营上帝所享受的这个皇帝甲是。所以耶稣将这个10条诫归纳做2条，就是尽心尽力听主你的上帝，佮来听主比亲像家己。咱知伊早起他斯特尼嘛讲了10条诫，美国的社会因设计这个10诫，这个律法，咱知上帝律法袂变啊，只有人咧变，人的心咧变，敢毋是？你若照上帝教示去做，敢毋是就是拢真舒适？这10条诫，因美国的社会已经渐渐失去这个上帝的话语啊，拢宗教上拢离开校园啊，离开家庭，离开什么？全拢失去啊，所以产生做混乱。所以10条诫，耶稣甲归纳做2条，你就要尽心尽力听主上帝，佮就要听主面前就讲伊，伊圣经内底所甲讲。所以咱对生态甲自然的环境的教育来看，既然制作安那乌烟瘴气乌烟啦、乌水啦、乌气啦，破坏生态，这环境的人就是无听主面，无听上帝。所以咱做基督徒，咱做上帝的囝啦。咱家己就要会晓谨慎伫咱的生活中安怎去做，所以原咱伫生态环境的危机中间，
来受起咱啊做一个管家一个角色。咱忘袂记，咱现在做一个管家个，你是毋是啊啦？有尽力咧实践这两条概念？你是毋是啊啦？透过爱护咱的生态环境来听咱的厝正常的，望咱啊做伙努力。哦，牧师头一个礼拜甲咱勉励咱，做伙努力啊啦，做一个产能正做的啊，正做的啊固守的工人。哦，方圆的园丁啊，国语讲方圆的园丁。哦，啊那别个是讲正做固守的工人，嘛袂记，咱徛起的所在。真真正正是一个啦好所在，真正咱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咱较早讲 beautiful island 啊，对不对？咱台湾真真正就是一个好所在，哦 ，beautiful island， 哦，一个水的一个福摩萨台湾，咱当时啥个领导？因为兄弟，感谢你，互阮对圣经内底搁一遍明白，要安怎固守这个土地，关心阮所住的环境，就给你帮助阮。新的一年，我对这做出发开始，做激励我本身，学习你的律例，照你的律例甲教示安尼来行，就伫咧帮助我。我所住的所在，拢是真做一个好的所在。你的面前，感谢祈祷，拢上过最后所祈祷名来求，阿免。